桃园这段环保志工，分坐2台游览车，欢喜出门去佚佗，想袂到转来煞减一个人。而这届车祸往生的是一个70岁女林长，厝边斗真伤心，讲林长是一个真热心、真善良的人。伊的翁婿还阁伫咧加护病房，唔知影太太已经往生了。 林长拖行李箱出门，准备要去游山玩水，所想袂到会真做上回心险。很难过，一起出去，然后没有人一起回来啊！到游览车目屎挡袂牢，流落来，想到熟悉20多年的老厝边，才会欢喜出去佚佗，煞无通同齐平安回来，想到就真唔甘。我的好朋友走掉了，都很好，很随和啊。 桃园市讲到你的环保志工团2天1暝，宜兰太平山旅游，昨只单位太平山离开，就发生意外，就亲像乡亲经过1暝休困，总算回来到厝。大家安怎想都想袂到，平常时啊好斗阵个善良，70岁老林长会离开世间。 救护人员赶到病院，烦恼家做 CPR， 烦恼甲太太送去急诊室。不过还没同齐出去佚佗的先生，骨头断去，心坎出血，伤得真严重。救护人员险甲互老爸知影讲，太太断气消息。让他坐后面，坐比较后面。就是安全带没有掉，所以掉在半空中啊。民众讲游览车并车时，一坐伫咧头前排倒边升起，因为有下安全带，所以互吊伫咧空中，敢有轻伤。不过林长因为座位我并车正边和后壁排所在，当时无喘气，伤得真严重，送去病院嘛是无互救活。他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欧卡的一个情况，那经过我们快1个小时的一个急救，并没有能够救回啊。那我想主要都是脑部跟胸腔里面的一个出血。丈夫有受伤，但是目前状况还好。善良过好心情的林长车祸过身，互乡亲朋友是听甲真感，嘛真伤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